其實師傅都係教咗一啲好皮毛嘅嘢嚟㗎，我諗都係武當劍法入面嘅九牛一毛嘅嘢，所以我都未完全可以掌握到真正嘅武當劍法。我會覺得可以再學多啲，因為始終如果我淨係學呢幾下喺實戰當中，我諗應該係唔足夠嘅。師傅，您能不能教我一些就是武當劍法裏頭的一些比較實戰性強一點的招數呢？可以啊，哦，其實拳剑里面的很多招式都是能夠用的。然後我給你試一個啊，比如你一劍刺過來，是不是？對，是吧？看看，哦，對，這都有用的。即係武當三風派嘅打法都幾特別，佢除咗劍之外，佢仲加埋腳啊，好多嘢配合，好靈活啊！哇！對。再來，要不要再來一次？您又是怎麼攔到的呢？我看啊，再來啊，我是破，然後啪，哎，我是懂啊，哦，我的破你招，這攔劍作用很大，是不是？哎，都不用怕的，是吧？很大的一些工具啊，對，是不是？啊，我再一次，對，是不是？你，哎，對，你再踢，再踢，哎呦，呀，啊，是吧？這個招數是能夠變化的。因為之前自己都有玩兵器啦，但係永遠都感覺上好似有少少停滯不前，可能就係爭在嗰個靈活變化嗰度啊。哇！經過訓練，李家掌握咗武當劍嘅基本要訣，可以同其他師兄一較高下。這場比試點到為止，啊，認真。躲閃要快，對。對，把所學的劍法用出來。得啦，師傅教嗰啲刺同埋格，然之後步法上嗰啲位咧，真係用到。同埋頭先師傅半路都話坐翻低少少咧，係有道理嘅，因為坐低少少我睇嘅位多咗，變咗佢下盤可以睇得清楚，同埋打後手，有好多時候咧揸劍可能呢隻手掛住，但係後手疏忽咗。好，對。哎呦呵！成隻哦，成隻啊，係啊，個下盤好痛啊！練武嘅人其實以前咧，一啲武術家咧喺學武之餘，最重要就係要學佢嘅武德，因為呢樣嘢咧係真嘅。如果你冇武德嘅話，一味淨係追求力量嗰種強大咧，你就會慢慢迷失，反而最後俾武術控制翻你自己。所以咧，呢個時候就一定要揾翻啲嘢去平衡翻自己咯。陳道長就教我學武當嘅功夫咧，就要同其他人一齊練打坐，因為內家功夫咧喺練你嘅武技之餘咧，仲要透過打坐咧幫你修心養性，呢樣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今次既然嚟到武當，我哋都希望即係
盡我哋最大嘅能力，套路入面嘅一啲招式喺實戰當中，或者一個技擊嘅交流入面用翻出嚟。咁另一方面咧，又我哋自己本身有我哋自己本門嘅跟啲嘅功夫，咁啊希望喺個交流嘅過程度，又試下用我哋嘅功夫對佢哋嘅功夫會係點咧？上到嚟唔打，對唔住自己。冇錯。於是歐錦棠、李家就去準備佢哋嘅終極一戰。